针对台糖猪肉检出正肉种的事情，即马各县市是拢总要查。今台糖来源的店场加饲料检检，昨昏检验结果是拢总无检出正肉种的成分。台糖嘛宣布讲接受所有的消费者摕发票去关通路办理退货。追它的溯源码呢，其实畜牧场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因为分切厂是同一家屠宰场，所以我们还是会针对产品去进行采样。桃园市卫生局的人员追查分析几路组去卖场甲超市查核，一若南部各县市也拢伫咧追查通路，若发现甲台中验出三百种的冷冻猪肉片共配产品，拢爱下架。所以目前的话，那一批货全部拿走。台糖表示，送验的结果追查暗出来，台湾猪场拄的血清、毛甲饲料检验结果，经过挑产会检验拢是合格，并无含三百种，也向台中市政府申请复验。检验结果3-4天了就会出来，并且讲因签约的分切厂有同时切其他民间的肉片，无排除是互相交叉感染。那天小分切的梅花肉，然后去回推它是哪一天大分切的，所以说这批梅花肉它的源头是来自于哪一个牧场？因为它那个好像验到极微量，就不知道它是投放还是说他们的饲料里面有什么状况。和台糖讲的，伫咧屏东的这间分切厂赶紧发声明，认为问题是出伫咧源头，究竟是源头也是分切厂出问题，怎么也搁伫咧查。目前我们查到信工他们是有做分批控管，然后他们是分不同的一个作业方式，就是不同时程。台糖那边有驻点人员，他们其实会针对品管的部分去做控管。台糖重申，从来就无卖使用三肉种养殖的肉，将会配合调查，自昨开始也接受消费者摕正本的发票，到原本买通路摕，无限定原本的店，也无需要找原本买的物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